2000萬保釋，3粒鐘撲得個300萬。等到啦，等到啦，終於等到呢一日啦！陳振聰被捕15個月嚟，成日叫差人公開06年遺囑嘅鑑證報告。尋日朝喺四季酒店嘆下茶嗰陣，終於等到啦！睇住啊！睇車啊！睇腳啊！佢喺酒店被帶走之後，先後到咗灣仔警察總部同西區警署撤銷擔保啊！睇車啊！整住！唔係放人噃，係要改坐大 lorry 去東區法院上庭啊！咬緊牙關，神色凝重嘅佢上到 court， 被控偽造同使用虛假文書，仲被控方反對保釋添，驚佢欠稅嗰5單官司在身，隨時着草啊嘛！都係要等佢出場噶啦。青紅話呢15個月嚟，陳振聰出埠20次，5次去警署報到，記錄良好。老婆仔女阿媽全部喺香港，冇聽過佢有私生女喺英國。結果裁判官准佢以2000萬擔保，呢個數對超過有6億身家嘅陳振聰濕碎啦。唔計佢約值5億嘅舊屋南華居，其他5棟物業都值成8000幾萬。係咪要分期啊，陳生？點知撲咗3粒鐘，淨係開到一張300萬本票咋？最後裁判官都俾佢今日交埋尾數，要佢交出旅遊證件，住喺歌賦山道，搬屋之前24個鐘要通知警方，每個禮拜2次去山頂警署報到。佢細佬仲要以2000萬人事擔保添，加埋晒呢4000萬保釋金係歷嚟第3高噶。不過仲低過小甜甜05年涉嫌偽造遺囑嘅5500萬。靠風水起家嘅陳振聰睇嚟算唔到自己要上 court 保釋之後話警方好突然啊，不過知道自己冇事喎。